学习新技能的过程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，往往伴随着挑战与不安。然而，无论是学习一门新语言、掌握一项技术，还是精通某种艺术，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可以帮助你快速上手。掌握学习的方法远比单纯记忆知识更重要，因为当你知道如何高效学习，就能举一反三，应用到任何新领域。首先，找到学习的动机至关重要。内在动力来自于个人兴趣、梦想或目标，而外在动力则可能来自于升职、学业要求或社会压力。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，明确自己的学习原因，能够帮助你在遇到困难时保持动力。想象自己掌握这项技能后的情景，比如流利地说外语、独立完成一个城市设计项目，或能够演奏一首完整的乐曲，这些画面能让你充满期待与决心。学习的第一步是熟悉整体框架。当你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时，应该先从大局入手，而不是直接钻入细节。可以透过阅读相关书籍、观看教学影片或聆听专家的分享来获取全貌。这样能够帮助你建立一个概念上的地图，知道哪些是核心知识，哪些是附加的细节，从而减少迷失的几率。接着，拆解学习内容是高效吸收的关键。将大目标分成几个小步骤，这样每次只需要专注于一个部分，就不会感到压力过大。例如，学习一门新语言时，可以先从基本词汇与常用句型开始，然后再进一步深入语法与发音。学习乐器时，可以从简单的旋律与节奏开始，而非一开始就尝试复杂的乐曲。拆解学习内容不仅能让你更快看到进步，也能保持成就感，进而维持学习的热情。主动学习比被动学习更有效，与其只是看书或听课，不如积极动手实践。无论是编写程式、演练口说对话，还是亲自操作机械设备，动手的过程会让大脑建立更强的记忆连结。此外，教学相长的概念也值得应用。当你尝试向别人解释所学的内容时，你会更深刻地理解这些知识点。可以找一个学习伙伴互相讨论，或者在网络上分享学习心得，这样能加深印象并且获得回馈。错误与挫折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。很多人因为害怕犯错而迟迟不敢开始学习，但事实上，犯错能让我们更快发现不足之处，进而改进学习方法。与其逃避错误，不如把它当作学习的一环，每次犯错后分析原因并调整策略。举例来说，学习外语时，如果发现自己经常发音错误，不妨录音聆听自己的发音，找出问题并加以改正。这样的调整能让学习变得更有效率。设定短期目标能够帮助你保持动力。当学习一项新技能时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因为目标过于遥远而感到无力，进而失去信心。与其想着要成为专家，不如设立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，例如1周内学会10个新单字，3天内弹奏完整的一首简单乐曲，或在2周内写出一个简单的程式。这些短期目标能让你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就感，进而产生持续学习的动力。学习环境也会影响你的效率。创造一个专注的学习环境可以提升吸收能力，避免分心。例如，为自己安排一个固定的学习空间，确保这个环境内没有过多的干扰。手机通知、社群媒体或电视声音可能会让你分心，因此在学习时，最好将这些干扰降到最低。除此之外，选择合适的学习时间也很重要。每个人专注力最强的时间点不同，有些人在早晨学习效果较佳，而有些人则在夜晚更容易进入状态。利用适合的学习工具能够让学习事半功倍。现在的科技让学习变得更加便捷，无论是线上课程、学习应用程式，还是互动模拟软体，都能让零基础的学习者更快掌握技能。例如，学语言可以使用语言交换应用程式与母语人士交流，学编程可以利用线上实作平台及时检测代码错误，学绘画则可以透过数位画板练习不同风格。选择适合的工具能够提升学习效率，并且让过程更有趣。持续练习是掌握技能的关键。许多研究显示，间隔学习比一次性死记硬背更有效。学习一项新技能时，应该保持规律的练习频率，而不是短时间内过度投入后就放弃。例如，每天花30分钟学习，比起一次性学习5小时，更容易让大脑长期记住知识。透过重复练习，你的大脑会逐渐适应新技能，并形成长期记忆。
与他人互动学习能够提升学习效率。参与学习社群，加入学习小组或者参加相关的活动，能够让你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支持与帮助。此外，与他人交流也能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知识，并激发更多学习的灵感。即使是在线学习，也可以参加讨论区或社群，与其他学习者分享经验与心得，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，还能够互相督促。调整心态对于学习的成功至关重要。许多人在学习新技能时，容易因为短期内没有看到成果而感到挫折，甚至选择放弃。然而，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充满起伏与挑战。遇到困难时，应该学会自我调整，告诉自己学习是需要时间的，并且专注于每一次的小进步，而不是只关注最终的结果。培养成长型思维，相信自己能够透过努力与练习变得更好，这种心态将让你更容易坚持下去。透过这些学习技巧，零基础的人也能够快速掌握新技能。学习的过程或许不会一帆风顺，但只要掌握有效的方法，保持耐心与持续练习，任何人都能在短时间内看到进步，并成功习得新的能力。